讲到台南的官田是全台湾连角种上济所在，今年因为雨水少，这2期种的面积敢若剩212公顷，偏去年减少2成到3成。伫犁仔浸一个水内底，内板菱角全部拢是95年回阿姨。眼前规大片的菱角田，采收的工人煞无几个。官田菱角是全台上大的产地，且即摆除了要面对高龄化、恶找人工的困境，另外佮加上今年雨水少。二期庭园休耕，官田区农会表示，今年是栽种菱角的面积剩212公顷，比去年减2至3成。因过若有影响，拢是因为天气上热，导致迄个菱角的减收。啊，今年是因为无水，菱角嫌种，就无法度种，所以比去年影响会更加大。4、5当前就一直做欠工的啊！啊，目前阮官田咧板菱角的拢是7、80岁，是主力啊。即摆咧采收的菱角有4个角叫做4角菱，参一般2角菱无共，上大的差别是栽种甲采收的时间拢无共。虽然4角菱的绩效较歹，不过农民为着菱角鸟的保育，嘛是坚持继续做。菱角鸟在生团，伊需要迄个菱角丛较密的，啊，咱2角的有当时话拢还袂知啊，伊就较无法度去利用伊迄个环境做觅食兼迄个生团的环境啊，所以讲阮4角的都是提早替因准备一间厝。农民表示，农村人口老化比率是愈来愈悬。种4角菱有另外一个好处，比较2角菱收成的时间长拄着，会当减少请无工的问题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